伫咧新竹香山，因为地头较偏僻，无设置身心障碍者的服务地点。经过拍拼了后，甲攀远的天主教堂变做香山区头一间服务中心。未来除了会当提供照顾以外，也有课程培训这身心障碍者，增加因的就业机会。已经爬远2栋外，有60年历史的天主教堂，经过一段时间改造，即马外口除了有会当活动的草坡。内底阁有2间上课用的教室，是新竹香山地区第一间社区型的身心障碍者服务站。关闭了这个一段时间，其实这里就是原本的幼儿园跟教堂的样子，那他们把它重新翻修，也花了不少钱，但是翻修完了以后。就是可以提供给我们身心障碍的一个很好的园地，就让我们服务对象住在这个附近的，或是香山区的，就不用跑那么远可能之前要跨区去做服务，在交通上面还有接送上面，或是他们自行往返，便利非常多。服务站除了提供照顾服务以外，佮透过训练课程、参活动体验，来教服务对象安怎制作手工番仔饼以及鸡卵糕。希望来提升因未来就业的机会。现在很多那种小型的工作室，他们也会要做这些比较精致一点的东西，对。然后学起来的话，他们可能就可以去跟着外面大家一起工作。目前香山服务站提供15名的理事照顾服务，以及20名的训练课程学员。持有指出，未来会继续找地点建置。来提供香山地区有需要的民众就近的照顾服务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